馬可福音第11章第23節，我實在告訴你們，無論何人對這座山說，你拿開此地，投在海裏，他若心裏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說的必成，就必給他成了。牧師想問關於心嘅寶庫嗰個心嘅定位嗰個問題，因為人係有嗰個偏見啊、偏心或者偏差噶嘛。咁牧師喺呢個心嘅定位嘅當中咧，由一開始教會咧，即係已經擺正咗個位啦。咁但係問題呢個心嘅正位嘅當中咧，即係遇到好多事咧，40年裏邊遇到好多問題，好多事，人事又好或者外界嘅攻擊又好咁。咁但係呢個心嘅定位咧，仍然都冇偏離到嘅，咁導致成個教會嘅歷史歷程啊，都一日不偏差嘅。咁其實呢個心嘅定位咧，牧師係咁多年行每一步，遇到每件事，遇到每個衝擊或者遇到每個成功，咁呢個定位點樣能夠去保持到喺一個正宗嘅當中？嗱，其實有一樣嘢就係呢個程序咧，係神俾信仰我哋嘅時候已經考慮到噶啦。首先仍然就話你信仰嘅起點一定係一點不疑惑。所以而家咧，全基督教界咧嗰種信息方式咧，根本就冇可能製造到真正嘅信仰嘅，因為起點就係一點不疑惑。如我所講啦，你而家嘅起點就講緊上天堂喎，你唔可以苟且啦啩，係咪先？個個都話自己上天堂嘅，個個都話自己死後之後點點點嘅，就算撒旦教都係嘅。但係問題就係話，聖經俾個係真，但係我哋點樣可能夠鎖死咗呢樣祝福，能夠由我哋嘅心誕生出嗰個效咧？就係原因就係原來聖經話俾我哋聽個程序嘅，就係你由一點不疑惑咧去建立，跟住下一步咧就係聖靈入住或者神入住。嗱，聖經好多地方都講過嘅，咁你就明白，如果你之前建立嘅一點不疑惑有好多疑惑嘅話，咁聖靈入住就會點啊？唔係咁真嘅咯，唔會咁戰極嘅咯，唔會咁勁石嘅咯。咁變咗就你嘅心裏邊究竟有冇神喺度咧？有冇咁嘅 conscious 咧？而佢真嘅程度又去到邊個階段咧？咁所以我咪一路都成日都講噶，我信主第一年開始，我當我係個主角，神好似看官睇住我噶嘛，係咪啊？點解我第一年就會咁諗一世咧？係因為我今日由一點不疑惑建立到聖靈嘅入住係真噶嘛，而唔會將佢排咗出去。到主耶穌要喺門口敲門，想入嚟坐席噶嘛。所以你所講嗰種咧，簡單嚟講係一個啱嘅程序底下嘅累積嚟嘅，就係我由一個真理一點不疑惑變成兩個真理一點不疑惑，變成一年復一年嘅累積底下好多嘅一點不疑惑。而你諗下咁多嘅一點不疑惑，而喺我內心當中建立神嘅形象係幾真先？一定真過晒出邊所有人啦。係咪啊？如果信仰根本好 shallow 嘅呢一種聖靈入住啊，主耶穌入住內心係成立唔到啊，因為唔真啊。佢唔真嘅話咧，佢唔會影響你嘅態度啦、你嘅心態啦、你嘅思慮啦、你嘅籌算啦、你嘅行為同埋你嘅習慣，唔會嘅。所以真正重生嘅一度一睇就知嘅。其實你同佢接觸，佢一定唔會貪戀世務，佢一定唔會話俾世俗嘅風氣影響嘅。因為點解？因為神喺佢裏邊太真啊嘛。咁聖殿咪就係講緊呢樣嘢咯。你嘅身體如果係咁真嘅話，你嘅身體就係聖殿啦，係咪啊？直情係你真到嘅級數咧，原來人類身體嘅信仰質素係真到可以同真正嘅聖殿不敵嘅，係直成真正嘅不敵嘅，係咪？因為點解？因為從呢個 angle 睇，你就知道點解神寧願入住人嘅內心，都唔入住一個用石頭製造嘅建築物啊。因為呢一個咪就係個事實咯，但係就如我所講啦，你唔係返一間幫你一點不疑惑嘅教會，你嘅信仰都唔自在一點不疑惑，咁你點玩啫？咁所以你會睇到喺整體對於信仰嘅認真咧，我哋教會同其他教會係冇得比嘅，係啦。咁你就知道佢冇得比嘅源自嚟自咩咧？我幫你哋做咗一點不疑惑嗰部分啊嘛。咁而你哋經歷神嘅神蹟咧，又同出邊教會冇得比嘅喎。係咪？所以有啲人咧
一邊係怨我嚇，一邊係睇唔起我，一邊就想有我哋嘅成功。你真係連呢啲咁基本嘅操作基礎啊，咁你都做唔到啊！你即係得個貪字就得噶啦，即係話你存住大嘅貪心就得噶啦。佢哋就係咁樣咯，唔係貪心就係野心，但係完全咧佢唔肯謙卑去睇下究竟我哋點解成功，因為我太同佢哋唔同啊嘛，我講邊信息都同佢哋唔同嘅，但係佢哋驕傲到佢唔分析啊究竟有咩唔同。但係問題就係因為咧，佢哋唔謙卑去分析嘅話咧，係因為日華開始教會第一年已經有太多同我哋唔同啦，係太多啦已經。咁所以永遠就算佢連真心嘅分析，佢都唔會學得晒。我講佢哋嗰啲驕傲到咧，佢直情懶得去分析，就批判就批評咁樣。你諗下呢一點點解？你可能從來冇諗到呢一點不如話喺呢一個時代啊，係幾咁重要，同埋神特登做到咧。喺呢個時代，你唔做一點不如話咧，你不如去死喺信仰上。我舉個簡單嘅例子嚟，你覺得係咪神善嘅咧？點解我哋辛苦？1996年開始講水呢件事30年啦，其他教會喺呢30年裏面，喺我講咗呢個信息嘅30年啦，有任何一日佢嘗試用一點不二法呢個原則去赤水，咁會點？馬可福音第11章第13節，我實在告訴你們，無論何人對這座山說：你拿開此地，投在海裏，喺我心裏不疑惑，自信他所說的必成，就必給他成了。傾我熱切心靈，真意奉上生命，在神殿中虔誠祈禱，願你悅納傾聽，悔往昔不義，別離罪惡行徑，聖殿裏求告，傾我真誠，存着戰鬥心恭敬，真誠將生命到主居所，真意奉呈，懇切盼聖靈從我心中驅走虛空冷清，我心倚靠你聖名，獻奉你的約誓從命，謙卑進到殿前，懇請你再察驗，在此傾聽。